廣告越打多咧，你個效果越差，知點解？唉，發現咗啦，但問題出喺邊啫？你可唔可以俾啲意見我啊？如果消費者對你係唔信任，佢哋感覺係一個唔可信嘅人，你推乜嘢都冇用，你賣任何嘢講任何嘢，佢都覺得你喺度揾緊藉口。咁點樣先可以打破產品同消費者之間嘅唔信任呢？你又不玩味，你太玩味啦！一個咁完美嘅人點會信你啦？先自己暴露自己嘅缺點。譬如你買呢個水果，就話俾佢聽，我呢個水果可能有啲核突，有啲唔靚仔，但係好甜，咁先真實啲人先信你噶嘛。你意思即係話將啲唔切實際又浮誇嘅廣告改成既中肯又客觀嘅表達。第二樣嘢，你要講你嘅書名、你嘅使命。消費者唔中意一啲口甜舌滑嘅資本家喺度淨係喺度賣自己想賣乜嘢，佢哋中意創業者，中意啲人講使命。你賣水果嘛，同人講你係為咗幫佢更健康，食一啲健康嘅水果。將賣貨感變成使命感，我一個賣生果嘅都好似瞬間變成要拯救呢個世界嘅正義使者咁。第三點，記住啲消費者，你嘅客唔會因為你嘅賣點去埋單俾錢嘅，係因為佢解決到佢嘅痛點。譬如講水果甜對冇意思嘅，你同我講對腸胃好，每日都有廁所去，賣痛點。